我每日就係不停咁掃毛同黐毛，仲有就係忍。以前用嘅淨化器都舉晒白旗，唯獨係佢大宇 AP2全方位智能空氣清淨機，3大淨化絕招，超大側面吸風口，無團收一聲就吸晒入去，極速模式，又快又慳電，風力最大每小時可達324立方米，4重過濾，第一層攔截絨毛、皮屑，第二層進一步過濾寵物毛屑、灰塵，第3層去除病毒、過敏原等，第4層吸附有害物質，配合 UVC 光波立體殺菌技術，有效潔淨空氣，去除貓皮屑過敏源、貓杯狀病毒、鼠傷寒沙門氏菌等，負離子有效沉降防毛，空氣即刻清新晒，大屏幕仲雙懷空氣質量，好唔好一眼睇晒，而且超級細聲，唔怕貓貓應激，可以遠程控制，收工前提前開機，返到屋企就呼吸到新鮮空氣，吸毛、除菌、去膩，靜音飯飯都掂，呢款大宇 AP2你千祈咪走雞。